右攞右。 企穩得啦，唔使。文靜翻嚟。哦，大啲啊！睇佢嚟。冇問題啊！停啲，冇人唔使跟。我睇隻。收晒分。啱你嗰邊啊！志明叔。好。 右，點解呢條？睇下。守住先，喂，出啦！舉手喂！天哥，後邊，一球，打咗一球，出邊，打晒入邊，過啊！文靜，翻嚟，好，打和而家，即係話普雲打的，係嘛？我只係睇住阿加下喂，普雲。 好波啊！你，走去，係麻麻地啫。揾人傳。你係啊？好快啲！好啊！右邊走。好。自己打。嚟啊！快走！哎呀！
哇！哇！啱緊呢一下啊，眼鏡㗎嘛。我睇，好嘛對，好嘛接他，好嘛，喂，一球一球。有，哎呀，睇住收，收，慢走，喂，追，喂，唔使兩車喂。幫你幾多分喎？睇分啊，就發對板啦。買晒嚟喎。唉，點解呢3分？搞掂！哎呀！好啦，保慢。我近期代表作啊，好多嚟嘅。好吧。睇埋呢個。嗰暫停。分幾鐘？得分幾鐘啫，做一個好啲嘅進攻啦。你唔深啊？使唔深啊？太近啦！但防守佢進咗波嘅，講到3分線交到3分線嗰個搶3個出場嘅，半隻得㗎，7分追平先，唔一定要做3分。7分鐘就俾射我，打完啦1、2、3，退咗。
慢慢射，慢慢射。好啦，把手拿把手。快点吧！揾個波，手一個，35秒啊！球啊！踩啦！係咪有位射3分1分？衝入去！喂呵，幾多個得？哦，入咗我睇過，入咗有冇睇過？睇冇咯，睇冇咯。啱晒！好威好啊！係過場3分，好咪射得。喂！他要犯規，犯規！係犯規，犯規，犯規，犯規！幾個，防守！抓住追住啊！我睇一隻。暫停啊！咁我可以開呢度嘛？因為暫時可以開中線。你冇啊！拍波拎住佢提波，拎住佢提波。第二波，好啦，